伫10月底南韩川习会了后，美国总统川普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台湾时间昨暗又个通电话。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是指出讲，习近平是表示讲，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后国际秩序正重要的部分。美国方面应该有法度来理解台湾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也毋过，川普总统甲白宫是拢无讲到双方有讨论到台湾的议题。咱国行政院长杜英泰是强调讲，咱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无回归一个选项。继续10月南韩川习会了后，美国总统川普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立时搁通话。川普随后发文表示，两个人进行真好的通话，讨论陆乌芬太尼黄豆的议题，也讲家己会伫明年4月访问北京，也邀请习近平访问美国。 The call, it lasted about an hour, and it was a very positive call. The focus of the call was really Russia, Ukraine did come up, but the focus was mainly on the trade deal that we are working on with China and those relations and how they are moving in a positive direction. 对川习通话内容，为川普甲北京拢无提起有讲到台湾。也毋过，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指出，习近平向川普强调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了后国际特殊重要的部分，佮讲美国理解台湾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 华尔街日报报道，即摆是由习近平主动打电话给川普，将焦点放伫台湾议题，也毋过川普将话题转向乌克兰。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主权独立的国家，2300万的国人没有回归的这个选项。中方在新闻声明中再度蓄意片面扭曲我国主权地位与相关事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企图胁迫台湾。然而， 这些文件以及联合国的相关决议都没有决定台湾的最终政治地位。行政院长杜英泰强硬回击中国，外交部是强调，咱国驻美代表处密切关注美中高层活动情形，佮甲美国保持沟通。总统府伫中道结果进前无相关回应。广西新闻采访报道。